之一二嘅天團呢個名確實係好多人都好中意，所以我哋再一次掌聲送俾富婆團先。跟住落嚟就正式開始我哋嘅派利是環節，呢個係人利是，反正就係二之一二大家庭，每個人都會有一個利是仔啊，寓意大家大利。嚟，特小姐，多謝。Kiki 嘅，啲嘅。正所謂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我攞3封唔過，講笑。當然我哋係仲有其他嘅，我哋嘅美術啦，以及係後期剪輯嘅姐姐，其實都有嘅嚇。唔止大家平時睇到我哋啲班友，其實仲有默默耕耘嘅小伙伴嚟。好，掌聲通過。咁利是就發晒俾大家啦，開心嘛？我覺得大家未夠開心，所以跟住落嚟，我哋玩鐵金遊戲。你今晚嘅遊戲目標有幾多錢啊？5萬，我要做低要5萬，我今晚有就得啦，5蚊都得啦。我今晚嘅目標係超過要10蚊啦，我好容易滿足㗎。50啦，甚至係10倍，10蚊、500蚊，起碼有500以上啦，係咪？1000，5萬，好啊，10萬啦，嗰度一個人喺度名寫住我名你，唔使飲酒，遊戲環節開始。借尿遁去，可以打個電話翻嚟，佢就話我贏咗700蚊咯。你係咪威大先？水塔，我心淡啦已經，就真係要做乜嘢？好激烈啊！磕傷啦，又磕傷啦！快樂錄低個狀態。你今晚賺咗幾多？360，唔知啲錢去咗邊度度咧？180蚊嘅，過2張，410，呢度係810蚊，850蚊，420左右啊，680蚊，1050，1200，690。你哋要咗3爺喺度啦，冇結婚，冇懷孕，冇辭職，多謝大家關心。大家盡興啦！